邊度會睇到啊？呢啲名？我拍翻嚟㗎。邊個都有嚟㗎喎？邊個啊？然後咧，兩個朋友一組，我哋右手擺喺對方嘅膊頭上，左手拉住右腳。如果平衡好啲嘅，我了解下我分邊個嗰班咧出賽嘅成績咁我哋叫現在開始，大家好，我哋係今日嘅活動司儀，我叫 Marvin。大家第一副真慶香港特孫玉講共融嘅理念。好，我哋呢個時候，我哋恭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 JP， 東華三院第一副主席曾慶業先生。東華三院共融大使劉永璇女士、立法會議員陳文儀議員、各位東華三院總理以及一眾嘉賓一齊上前進行啟動儀式。3、2、1 I run for all！ 我哋相信喺跑道上人人平等，不論年齡、身份、障礙，只要你係熱愛跑步、喜歡挑戰自己，都可以享受比賽。喺 I run 呢個平台盡情發揮。賽起跑，正式開始倒數，5、4、3、2、1。我現在宣布第3輪3公里挑戰賽起跑正式開始倒數。
唐真副主席 selfie 啊！係啦，咦呢邊都想 selfie 喎？呢邊都想 selfie 喎。咁難得佢哋上到台，梗係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啊！要留低一張靚相先。係啊，我哋東華三院1年1度嘅盛事，都好多謝大家嘅參與。係啦，咁咧嘅時間嘅，係啦。